好，咁啊，跟住我哋就獎牌。好，我哋有請嘅兩位嚟啦，我哋工作人員計時喎，紅色歌係有30秒時間，please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表妹安娜，都上年出道嘅女新人。咁我最近亦都係足球女將嘅成員啦，咁我係一個名中英雄。咁好開心今日可以收到呢個歌，證明我今日係好好彩嘅，都有機會喺度講嘢。咁上年出咗4首歌，亦都有自己去作詞作曲，希望嚟緊可以有更多作品推出俾大家。都希望大家可以投一票我表妹安娜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潘思晴。有兩首歌好開心同做到啦。你頭先唔知咩電有啲咩撳啲咩掣啊？我哋推出咗新嘅歌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就咁影啊，冇辦法，光度有問題啦，當場。好，請開先啦，好，開台，大家落嚟，3、2、1，開始。要唱個交佢，你要一直行落去。仲有係時間，好交個時間俾你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嗰個姚樂彤啊，我係一個唱作歌手，咁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嘅歌啦，咁亦都可以留意下我哋呢班女新人。Thank you。好，thank you。好，跟住到係咪？好。3位係嘛？後面總共有3位。好，首先我哋由中間阿 Jessie 係嘛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Jessie 冼妙文。我記得喺 Super 啱啱開播嘅時候，我係第一次上去節目嗰度做到呢個真係歌手嘅環節表演，而嗰個亦都係我人生第一個上嘅節目。而去到7年後咧，我覺得講嘢真係唔識歌，就真少有啲嘢講，我覺得好緊要。咁即係其實最支持，同你都希望大家可以係咯，今次好少見得我係 Jessie 冼妙文。係又再得。頭先阿毛同佢傾偈，我就睇到佢同佢講嘢，竟然係呢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田歌妮妮。咁今日咧，可能大家會喺呢個其他嘅節目見到我做主持啊，或者係一啲同埋嘅節目多啦。咁咧，我係今次作為新人歌手出道嘅，咁希望大家都會投我票啦，多謝。Thank you，跟住最後一位啊，交個時間俾你哋喎。鼓掌嘅上當住，俾掌聲咁多位好嘛？今年獻上我哋嘅新人女歌手 ，Thank you so much，可以正式到台嘅動作啦，多謝晒各位，Thank you。